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港人港字。今日我哋繼續討論《Why Nations Fail》呢本書。上一集我哋講到關鍵分叉點，講到黑死病點樣誤打誤撞解放咗農奴。只要等個大浪嚟，世界就會變好。但係歷史更多時候係俾另一個更加殘酷嘅定律支配住。大家有冇試過呢種咁無力嘅感覺？你見到一間公司好混亂，於是換咗個 CEO， 大家滿心歡喜，以為新官上任三把火。點知過2年你發覺，咦？點解個新老細做嘅嘢同舊嗰個一模一樣嘅，甚至仲衰過以前？作者話，因為制度係有 DNA， 就好似一條已經鋪好咗嘅鐵路，就算你換咗個司機，架車都係會跟住條軌行。如果條軌係通往火葬場嘅，換邊個司機都冇分別。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傾嘅主題 The Vicious Circle 惡性循環。書入面舉咗個令人好感嘆嘅例子，就係塞拉利昂。喺英國殖民統治嗰陣，佢哋喺當地起咗一套好典型嘅掠奪型制度。攞嗰條鐵路嚟講，1890年代開工起路，出發點根本唔係為咗民生，而係想將內陸嘅礦產同農產品快啲搬去港口運返英國。甚至乎呢條路係一條軍事命脈，等佢哋可以隨時派兵入去鎮壓反抗軍。佢哋仲搞咗個營銷局 Marketing Board， 表面上話幫農民對接國際市場，查實係一種壟斷。佢哋低價強行收購農民嘅血汗收成，再高價轉手賣俾外國，中間啲利潤全部落晒殖民政府個袋。呢啲錢完全冇用，反喺當地建設，純粹係為咗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到咗1961年，塞拉利昂獨立，班英國佬終於走咗。當時全世界都以為好日子終於到啦，點知第一任總理馬偕上台之後，完全冇諗過要拆咗呢套剝削制度。佢望住呢部掠奪機器，心入面覺得呢條鐵路同營銷局好使好用，正好可以幫佢鞏固權力同埋榨取，所以佢根本唔會捨得拆。呢個就係惡性循環嘅第一定律。當權力無咗制衡，新嘅統治者通常唔會改個遊戲規則，而係直接變身做新嘅玩家。當一個人坐上一個大晒嘅寶座，人性通常會驅使佢利用個制度，而唔係毀滅佢。結果獨立只係換咗個唔同膚色嘅統治者，壓榨依舊。呢度要講一個好震撼嘅概念，叫做寡頭鐵律。簡單嚟講，任何組織去到最後，權力都必然會落入一小撮權貴手入面。喺一個崩壞嘅制度入面，呢條鐵律簡直係無解嘅，因為成個制度就好似一隻吸血烏賊，佢嘅存在目的就係要吸乾底層嘅血，去供養頂層嗰班親信，唯有咁樣個政權先至坐得穩。喺呢種環境入面，做好人根本係無生存空間嘅。如果你想搞改革、講公平，你嘅政敵轉頭就會利用制度入面最污穢嘅漏洞嚟整冧你，結果制度會自動篩選出最貪婪、最唔擇手段嘅人去上位。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制度崩壞比起衰人當道更令人心寒。衰人死咗可以換，但如果個制度本身係壞嘅，佢只會源源不絕咁生產更多衰人出嚟填補嗰個位。或者我哋轉頭睇下亞洲呢邊，點解19世紀嘅時候日本可以搞明治維新，而當時嘅清朝就搞唔起？其實要理解呢一點，就要睇下兩邊嘅制度底子有幾咁唔同。清朝當時係一個高度集權嘅鐵桶江山，所有權力都壓喺北京朝廷度。對嗰班官僚嚟講，維持現狀就係最高準則。任何新科技，好似蒸汽機或者鐵路咁，對佢哋嚟講根本唔係進步，而係一種令人不安嘅破壞式創新。佢哋表面話驚鐵路會斷咗風水，查實係驚新嘅運輸網絡會削弱佢哋對地方人口同糧食嘅絕對控制。所以佢哋本能上會排斥任何改變，甚至寧願將起好咗嘅鐵路拆翻落嚟，都要保住個舊體系嘅穩定。但調翻轉頭睇日本，19世紀嘅日本並唔係一塊鐵板，而係一個由幕府同埋唔同強藩組成、存在住權力制衡嘅體制。當1853年黑船來航撞開咗日本門戶，呢種原本嘅體制不穩定，反而變咗做轉機。地方強藩可以趁住呢個衝擊去挑戰舊有嘅幕府制度，佢哋願意忍受廢除階級、重整稅收呢啲短期陣痛，係因為佢哋睇得出唔變就只有等死。
呢個就係所謂嘅路徑依賴。清朝一早揀咗掠奪作為制度基石，結果每一項決定都係為咗加固呢個機制，最後跌入惡性循環。而日本就係透過明治維新跳出咗呢條舊路，重新寫個套制度 DNA， 先可以喺短短幾十年間由一個封建小國變身做世界強國。講返轉頭，點解我哋會有種咁深層嘅無力感？因為我哋身處嘅環境其實係一個由內外勢力交織而成嘅死結。喺香港內部，政治、權力同經濟利益一早已經構死咗，地產霸權、各種專利發牌制度，呢啲壟斷本質上就係權力租金，而呢啲壟斷賺到嘅錢又會變返做政治籌碼去買通媒體，主導社會價值觀。但最令人心寒嘅係，呢個原本已經夠僵化嘅體制，而家仲要面對埋北方嗰套制度嘅全面同化。Why Nations Fail 強調，一個城市嘅成功係靠包容型制度，即係法治、公平競爭同權力制衡。但而家大陸嗰套高度集權掠奪型制度正喺度改寫香港嘅基因。佢哋將大陸嗰套以法治國套落香港原本嘅法治上面，透過國安法同埋基本法23條，將司法同行政嘅界線模糊化。當法官要睇政治風向，當傳媒只可以做傳聲筒，原本香港引以為傲嘅制度門檻就會崩塌。更嚴重嘅係，大陸嗰套靠關係、講立場、利益輸送嘅潛規則，正隨住內地資金大舉南下，結果地產霸權同集權體制合流，形成咗一個更龐大、更難打破嘅利益共同體。我哋成日幻覺換個特首就得，但事實係，如果個制度劇本係要攞嚟吸血，邊個演員上場都係要吸血。當一國完全吞噬咗兩制，香港就唔再係嗰個充滿活力嘅國際城市，而係變成一個唯命是從、平庸嘅內地城市。呢種制度上嘅全面倒退，先至係我哋無力感嘅真正源頭。講到呢度，或者大家會覺得呢個真相好沉重，但我認為認清呢種惡性循環，唔係要大家委曲求全，而係要我哋攞返個主動權去睇穿個局。原來我哋面對緊嘅唔係單純某一個大反派，而係一個行咗幾十年甚至幾百年，由制度慣性同埋利益交織而成嘅死穴。作者寫呢一章係想俾一個提醒，如果你唔去打破嗰套寫死咗嘅遊戲規則，所有嘅人選更替或者微調改革都只係換湯不換藥。如果個劇本冇變，你換邊個上場，佢最後都只會變做制度入面嘅一粒齒輪，最後都係按住嗰份劇本去演。歷史就好似一條河，雖然大部分時間都係順流而下，但當地震即係所謂嘅 critical juncture 出現嘅時候，河流係有機會改道嘅。如果我哋唔去理解個體系到底係點樣運行，當下一次歷史嘅大浪湧到嚟，我哋只會再次被捲入同一個漩渦，重蹈覆轍。喺度，我想留低兩個問題俾大家一齊諗下。第一，如果個制度注定係要生產掠奪者，咁單憑個人嘅良知，到底仲有冇空間去抗衡個劇本？第二，當下一次歷史嘅窗口打開嘅時候，我哋係咪已經準備好一套新嘅遊戲規則，去防止下一個惡性循環嘅開始？如果你覺得呢集內容令你有啲反思，甚至令你開始重新審視身邊嗰啲制度死結，歡迎留言傾下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